个变调、分调、轻声，然后后面那个啦是一个叫做语气词。你的长句要用这个方式来处理，安尼你读起来就袂遐尼急，不急躁。你对家己讲的话就有信心吗？咱台语讲的时阵，你有情境，你有法度想象，你话就讲得出来。是木还是马？马。人好。我唔捌写批，你先写互我，我才回批互你。这个过遮久才写批互你。今日加一支笔，你写批，我知影你是咧画我。不过换做用讲，我就讲袂出来。对。我的骹空就过啊，空就过啊。嘿。最近我变到真奇怪，到少年我家己拢感觉真轻松，什么轻松？有我的所在。我的所在就会充满着笑声。来接触着表演着爱着，就爱着啊，对，爱着啊。知影讲啊，这就是我爱的，迄种爽快是别的物件无法度代替的。一直演落去，对，写出搁较侪故事，写出搁较侪人生的故事，写出足侪人生的故事。口条这件事情其实跟声音表演有关呢，因为你们说话的状态跟语气，跟这个字怎么念，其实有很大的关系。在这各式各样的解读之下，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妈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。你那边天气啥款？你遐天气啥款？你那边的天气啥款？你听到？你还天气啥款？不要天气啥款？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，细腻的知道自己、认识自己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然后还有就是观察，不要放弃任何机会去看这个东西。你是本身你就是这个角色的时阵，你上了解这个角色的个性。你要照顶管来讲，也是你有家己小可要修改，有下迄个前后文的迄个语境，迄拢无要紧吼。你知影无？我用了一世人咧学一件代志。遵守一张无，我严格遵守一张无单的原则。哎，对了。你看，我写遮侪，老师甲阮教的，我感觉就比较会用。我背台词速度较紧，不过嘛是少紧张的，加油！老师引带阮去安怎理解剧本内底诶，逐一个角色的代数啊，因安尼想啊，安怎想啊，要安怎来处理代数，这拢是这两个礼拜学到足侪所在。还有发音，譬如讲安怎讲到，互人听得清楚你讲的声音。哦，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，所以目前嘛是逐工拢照着老师的给我建议安尼来练。离最后的表演差不多剩2-3礼拜，我期待刷落来的排练甲演出，苏达老师嘛有互阮真侪角色的方向，再来好好演出。我嘛感觉讲苏达老师，伊互我足侪信心，伊有看到我作为一个演员。好看的物件是啥物货？演员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能力，叫做渲染力。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动作，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歌舞，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肢体，但你怎么用你的表演告诉观众说，对我就在跟你说话？那伫这个时阵，甲我等得差不好。我拜托，我唔捌咧丢人哦，但是我即摆甲你拜托。所以你整个身体都是要表演的，用你的眼睛去说故事，用你的眼睛去告诉观众现在情绪走到哪里了。老师他会跟我们讲一些很细节在角落里面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可能你知道，可能你从来都没有发觉，但表演是不会骗人。我很开心可以看见大家的明亮，然后可以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看过的面相。有甲阮分享，伊作为一个演员，伊随时随地都在练习伊的表演，好难哦，因为能够影响到你的因素有太多太多。
但是它真的是个非常有趣的挑战。这个练习也会持续的做下去。我感觉讲老师讲的无唔对啊，就是你不时来看身边的人，去想讲到时有啥物件通演安尼。大家拢是安尼过来，所以讲阮就是嘛是爱继续演，继续等。我伫咧路诶，啊袂到，继续向前行。是爱坚持，爱坚持吼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时代代表训练班要我上尾期啊，该上的课拢差不多都要上了啊。剩的时间即马就是咧排练，甲咱这2个月上课学的、听的、看到的，甲用咧顶悬，用咧内底。最后一天的排练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刚刚换完我们的戏服。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在技术彩排，在 Q to Q， 就是我们在讲台词，然后对灯光跟音效，没有在摸鱼。今嘛可以看嘛，我刚换的小挑战，调整的毛病啊，趣味的。现在做家己介意的代志，演戏，大家拢感觉足幸福的。